好，我想介紹一本書，叫做奇異恩典在中年》。呢本書我睇過都有4、5次。咁其實我好欣賞呢個作者黃志學先生，或者黃志學牧師啦嚇，應該我啱啱可以尋找翻佢啲資料。就黃牧師就寫過。我查過佢寫過3本書，不過我就睇過2本，另外一本就係經歷神，另外一本我就未揾到，就係應該係屬靈操練咁樣嘅。咁黃牧師嘅書其實係我諗出咗好多年㗎啦。就呢一個我睇緊呢個係第4版，甚至我知道可能有第5版。咁我覺得呢本書係相當值得睇嘅，或者黃志學牧師2本書經歷神都係好值得睇，因為其實佢嘅書呢，除咗講一啲理論嘅層面呢，佢喺書中都每一個課之後呢，就提咗一啲嘅操練默想嘅方法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做一個個人嘅退休或者係做一啲操練咧，咁呢本書或者呢2本書都好值得去用。咁本書其實有咩特別呢？其實我覺得講中年嘅書，而係中國人寫嘅，又響一個靈修神學嘅角度有理論基礎嘅書，其實係比較少嘅。咁我就唔打算喺呢度一咁樣去每一課去講，但係我想指出呢，其實佢講到人生嘅上半場同下半場嗰個重點嘅分別。咁前半生佢就覺得係我哋年青嘅時候就係着重呢係撒種，確立自己嘅身份，做事嘅方向，同埋可能好注重成就，係建立唔同嘅關係，自己同埋點樣人哋點樣睇自己。後半生其實係一啲嘅修成，學習做人同埋成熟，進入一個寬恕，同埋更加能夠理解神點樣睇我哋。咁呢啲嘅睇法呢，要慢慢仔細咁睇。咁佢亦都提到生命有啲嘅寒冬。其實呢啲咁嘅圖表可以咁講，雖然看似簡單，其實如果你能夠有靈修神學嘅背景咧，你睇到呢啲其實係好注重嘅。佢講到一個內情嘅，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喺個信仰裏邊呢，都係響出邊周圍去揾嘅。其實係可能揾係知識啦，揾係侍奉嘅崗位啦，揾係一啲人嘅認可啦。咁其實如果你睇到咩叫你明白咩叫內情呢？咁你就知道其實我哋嘅一個成長呢，係一定係由內至到外嘅。你能夠建立喺你裏邊嗰個內情，明白你自己，認識你自己嗰個掙扎，明白你自己嗰個成長，唔同階段要嘅確立，你再出返嚟呢，你係由內而外，因為有內裏邊嘅生命，先至能夠有外邊嗰個生命，所以係裏外一致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好想明白咩叫內情呢，其實奇恩典在中年或者係經歷神呢，呢2本書都係能夠做到㗎。
佢用咗 Erickson 咧，就人生成長嘅8個階段，以及我哋嗰個信仰嘅關係。咁我覺得呢個嘅寫法呢係好精彩嘅。咁呢度我就唔會進入每一個階段去討論，但係你見到呢，其實我就用咗個 PowerPoint 去列出呢8個唔同嘅階段，佢哋有嘅需要同埋佢哋嗰個確立。咁其實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其實 Erickson 其實講到人呢，佢就將用人嘅年紀分開咗唔同嘅階段，而每一個階段其實係有佢好獨立嘅目標嘅，而係要需要培養嗰一樣嘢。如果有，就成為我哋一個嘅契機，成為一個成長。如果冇，就成為我哋生命一個嘅危機。所以如果響前啲階段係做唔到啊，咁響中年嚟講呢，就會出現種種嘅危機。咁佢其實係講得好精彩，同埋呢，如果你細讀嘅時候呢，所以點解我睇咗5、6次呢本書，其實係要反覆去諗，同埋睇下自己唔同嘅階段係有冇做錯？如果有欠缺嘅時候，我哋係點樣去補救？所以呢本書呢，其實係相當好嘅一本書嚟㗎。咁亦都佢會用到一啲嘅經文幫助我哋去做一啲嘅默想，同埋連貫住返我哋信仰唔同嘅階段。如果你能夠睇返聖經人物，而去睇呢啲嘅呢本書嘅時候呢，我哋就會從唔同聖經人物裏邊見到佢哋響唔同階段嗰個嘅欠缺。例如參孫啊、大衛啊、雅各啊、約瑟啊咁樣。如果你用呢啲嘅8個階段去對照呢，你就會見到佢哋生命裏邊嗰個欠缺，神又如何讓佢哋補足。最後呢，其實就我自己就將另外一個表呢，就放咗響呢個嘅PowerPoint 嘅後邊，就係信仰成長嘅7個唔同嘅階段。呢度我都唔會去介紹啦，因為其實呢呢啲要講呢，可能要講1、2個鐘頭。咁如果有機會呢，你會從信仰發展唔同嘅階段裏邊，又能夠對照住中年危機，Erickson 講呢8個嘅階段呢，咁我好覺得你會響認識自己嘅進程裏邊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嘅。呢本書係基道出版嘅，我相信響基道出版社、基道書樓呢係好容易買到嘅。